白切雞今晚帶大家逐場拆局，雖然係夜賽，但冷門多，變數大，係馬迷發圍嘅機會。10場賽事已經逐場研究晒，立即送上心水馬匹。第一場第5班草地1650米，首推3號新幹線，由希威森策騎，連場有2段快腳，形勢有利必跟。5號威威父子由艾少禮主理，連場爆分有力爭勝。8號夢幻進區布文出擊，操足火氣。12號俏郎中由田泰安策騎，後追勢頭強勁。第2場第4班草地1000米，3號萬眾開心由鍾義禮策騎，腳法穩定，前速好。1號盈盈飛馳布文操刀，內檔利發揮。11號遙遙日上巴道坐騎，2段快腳兼末段亦有速度。8號辣德金爆發力強，有冷味。第3場第4班草地1650米，1號旗幟鬥士黃志宏策騎，3場2段快腳，表現標青。9號小王爺由周俊樂主理，3仗穩定在列。8號神區馬靈腳法強橫，近仗有質。3號多利神區班德禮配搭，跑法進取。第4場第4班草地1200米，3號電換精英布文拍馬而來，表現穩定。1號心裏有數由田泰安策騎，段速出眾，形勢利。12號喜勝進區艾少禮拍檔，有2段快腳，末段殺傷力高。7號的愛好末段回勇，可搏一席。第5場第4班草地1650米，1號本領非凡潘頓出擊，3場評分持續高企，信心之選。5號都靈勇士連場有段速，騎練組合亦穩。8號川河首區上將末段急追，今場步速合可反彈。4號好好分腳法完整，可列位置。第6場第2班草地1650米，4號康樂高球由班德禮策騎，3場加有2段快腳，狀態銳不可當。8號遙遙領先亦是段速之王，2段極快。2號遨遊武士梁家俊策騎，跑法主動可一放到底。5號太陽勇士潘頓坐騎，不容忽視。第7場第4班草地1200米，1號喜旺區布文操刀，連場2段快腳，功力十足。5號新力由楊明倫主理，2段爆腳具威脅。2號運來5寶有前有後，可跟進。9號鄉村樂穩段速街，有爆冷潛力。第8場第3班草地1650米，7號紫荊歡呼布文拍檔，3場2段快腳，絕對焦點。2號星價班德禮主理，段速高企，狀態穩。8號聖意由巴道策騎，連續評分爆分，二選之一。5號佛亮老窩由潘頓操刀，值得列陣。第9場第3班草地1200米，5號雪勇神區賀銘年出擊，2段快腳鋒利。4號安康萬里潘頓拍馬殺入，段速一流。11號金牌活力由田泰安策騎，狀態大勇。2號撼天鐵翼布文主理，2段快腳，絕對唔輸蝕。